客上菜嘅觀眾朋友啊，今日酷客上茶要帶大家去哪片咯？有個地方是個南部汽油台北線嘅客家莊哦。呢一片就能看到裊裊嘅客家風味建築，像係煙樓、火房屋，還有客家工藝製造。長長嘅景色，還有裊裊嘅人情味，冇錯啦！一片就係高雄嘅美濃。送菜，我來呀美濃貴種，我做好食搶大家食咯，將來幫我搶哦哈！大家好，大家安總，生意好冇啊？還好，我來美濃貴種幫我搶哦哈！來食咯，謝謝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娘，客家電視台啦，我來美濃貴種，我做好食嚟搶大家食咯。哦，跟人冇關係哦。咩係咪煮肉？哎呦，按好哦，講哦，按姿勢，我來幫我搶哈。顧客上菜，我來呀美濃貴種，我做好食嚟搶大家食，當來幫我搶哦，係啊美濃貴種哦，大家好，按照。有錢，我記得來幫我一條搶哦。我話先啊，新春春茶雖然當重要，還要記得請食材本師傅煮菜呀。唔看一條鄉親愛熱情，我就搶佢一條來推薦美濃有咩嘅好食嘅食材呀。太子，唔好，我客家電視台啦，想我問一下吼，今邊來到人呀美濃啊，唔過介紹嘛個好食嘅飯啊，有嘛特別咧？挑機啊，挑機哦，挑機啊，係挑機。哦，挑機一檔好食。也好，嘿，也睇嘅下真是去，我哋要美濃嗰度認識哦。真件哦，哦，幾好哦，今日來去參觀啊，好食咯，係，都好食咯，哦，你也可以來動詞哦。哦，係，好啊，按感謝啊，哦，上來了。好呀，嚟呀。總算問到好食材啦，接下來鄉親啊，請叫下到美濃貴種酷客春茶愛開張了。又來到呀，好蔬菜，係哪位呢？美濃，美濃啊，就好山好水哦，好食嘅東西特別多。今邊日我聽到人酷客送菜，我出任務嘅唔係騙人，就係人帥氣英俊嘅威廉王子、威廉師傅分享給。威廉師傅好，各位鄉親大家好。威廉師傅台北5星級飯店嘅西餐主廚，請會煮西式料理，還是拿到國內廚藝競賽嘅銅鼎獎。威廉師傅，係香港頭一擺來到美濃係冇？第一次。第一次。跟住美濃啊嗬，我冇問，我來問呀鄉親，看大家點喎？美濃嘛嘅該孬該好嘅食材，老幾講。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泰國蝦跟豆皮。哎呦，不錯，客家有進步哦。跟有辦法嗎？沒問題的。沒問題哦。跟客家鄉親對是很挑嘴的哦，很挑剔哦。好想看我煮嘛嘅老大家食。好。跟啊就出發去請食材了。Go。嚟到台灣南部嘅美濃，天時當熱，天下水當久，水質乾片無污染，當適合來學泰國客工。一片嘅泰國客工，聽講係又大又齊呢，啲市場是可以當場數嘅喲。王太哥，王太哥，你好。王太哥，很好。你好。我客家電視台酷客送菜，我阿仙。好。嘿，安尼啦嗬，有事情我來拜託嘅。我聽人講啊，呢片嘅鄉親啊，全部都講泰國下就請王太哥達人，係咪？人下工又好食，該鬧哦，又動態咋，係嘛？好。哎呦，我就看到嘅下工，真件動態呢，佢都懂好誒。喊做得啦，好謙虛哦。一係乜嘅啊？一下工嘅飼料啊。哦。哎呦，很香。等下去搞事啦，跟我做啲 V 看啦冇？就係你一下就好啊。一下。有嘅樣嘅嗬，我看一水啊，凍牛咧，跳不太嘅。有水色。哦，有水色樣嘅講咯。
底部有那浮游物啊、藻类啊，因为有皮分，它给它好，它要吸收一些氮。啲肉才會有彈性，才會好食。錯。嘅泰國，然後因為看得到嘅下工咯。我因為整呢半空我哋就看得到，唔好睇嘢。哎呦，肉安泰哦，有冇？哦有，啊哦，就是看有沒有像那個有色黑毛，料有色黑毛。哦，料有色的冇，哎係盲色的啦嗬，色係有。哎，還有。哇，跟我做的冇？做得啊，做得啦，我隨你啊。安尼。哎。哦，我懂，我拿一下。哇，個很太迷哦，活跳跳哎，活跳蝦。哦，安尼。抓頭比較好。哦，抓頭。這樣子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我被夾到誒，唔講我被夾到誒，很痛哦，救啦！謝謝你，我永遠記得你。好，不用去轉去，比胎，坦白講嚟設計。阿賢實在很辛苦哦，呢度泰國下工一趟食材，還冇下工夾一下呢。唔過黃泰國保證也絕對係有價值的啦，因為黃泰國學泰國下工已經10多年嘞，還自家研發飼料，當然順鼻糖，保持水質嘅穩定，難怪學出嚟嘅泰國下工又泰又皮。泰國，那類型一片啊，還有拿下工去做料理嘅，唔係來部下工熬嘅呢。跟人講，我幫阿媽搞大，我養人咯。好啦，呢條布送也有啲人下工，看了後就拿一隻。我可能養就做點拿專業。走，就拿過一隻。不懂蟲冇，吃看啦。好。哇，我的頭肌都出來了。哦，你看，嗶啵，來啦，你看一下工。很香哦，有看到哦。泰國，跟人係下工嘅達人啊，將一下工嗰樣嘅料理係最好食。哦，一下帶你做嘅食。呀，就做得食到誒。係先料好我就過食。好，誒，威廉師傅唔是講啊，我要留2基本2雜專，等於是下工咯。好嘞。哦，按多哦，很香哦。今日還要開始誒。哎呦，按多朋友嘿。一上次都學下工嘅啊。哦，全部都學下工嘅哦。大家好，哦，泰國泰姐，哦，人家都有下工，漢江高音喏，係咩嚟個？今日還要開始啊？做得用行嘅嚟啊。哦，用行嘅哦。即係你。呢個米好老人。我有陰影，我冇去下工，夾到嘅也唔敢做嘅。哦，中意就一般嘅鹹氣啊。黃泰國也最讓我安靜咯，一個下工嗬就會錢好食啦。靠下工，我等陣看咯就見留喺我哋呢，唔過還唔等陣安尼哦，現在還有太子準備嘅各種嘅泰國下工嘅料理。阿賢啊，實在很有福氣哦，按到下工好食。哦，唔看呀，大家頭好壯呢，跟唔哋食起來很用辦哦。保證。打包票，拍胸脯，好哦，幾耐哦？睇數薄好啊，我等人家去把電動叫誒。哦，你看一碟波嘛？這個就很香啊，你試試看。沒有，係蝦膏哦。不是。哎呀，有沒有？它要成型。哎呀，我不成型呢。試試看。你看夾幾碟波？布魯呢？太鹹了吧？食到癢誒！聽啊，食到癢誒！我不可了。你看實在唔曉得食。哦，香參用係啊。你看啊，一剝起來哦，對。我什麼？好 Q 彈哦，很好食咯，香錢啊，夾來啦，冇辦法得了。
阿贤呐，虽然有好色的东西，大家都当上色，不过唔是冇唔记得人嘅任务呢。石头我家家拿点食材转去，威廉师傅还你订日嘅泰国下锅，好煮出一本香前色咯。哦，乡亲，我转来了，归来咧！你看哦，泰国虾拿到诶，威廉师傅，照你的指示呀，全部就处理好诶。哎，存到也一米，然后看看也有鳍毛。其实泰国虾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别就是它的头非常非常的大，哦，然后还有它就是这个蓝色的脚，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肉的颜色会稍微呈一个透明状。透明。啊，当你看在我们的阳光下面，哦，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漂亮。哦，肚脐毛像什么？好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威廉师傅。忙讲近边你要做嘛，该不相亲色啦。辣炒双菇，然后配泰国虾。哦，辣炒双菇泰国虾。辣炒双菇泰国虾锅，详情记得要准备嘅材料有泰国虾公12隻，還有泡蘑菇、香菇各200公克，太葱頭1粒，辣椒1支，蒜鹽切成塊1細粒，還要準備5胡椒、橄欖油、泡酒、辣椒醬、然後葡萄酒絲來調味。我們現在處理蔬菜。哦，先處理蔬菜。菇這種東西其實最好是都比較細。唔係講有冇秘密武器？哎，有個秘密武器呢，哦，就是然後讓它增加一些酸度。哦，按你们勾酸哎，不会太酸吗？不会，这是秘密武器，你们要在下的时候要离火，不然会被呛到。哦。菇这种东西其实最好是都比较细。那它为什么会不能洗呢？为什么？会把菇的养分给洗掉。哦，是哦。对。稍微用我们厨房纸巾，然后出枪了就好味啦。千万不能用抹布哦，只能用纸巾。要拿来出。OK。哎呀，菇味呢？哦，要这边呢，所以就不是用干香菇。对。因为它这样水分比较多。要拿来出。就是你弄蘑菇，我就稍微来切一些蒜片。哦，要蒜蓉哦，用蒜片哈。对。那蒜片呢，其实你就是不要把它切得太薄。这样子我们这样爆下去的话，第一个它颜色会很漂亮，然后呢蒜头的味道会非常的棒。那为什么你会选菇跟泰国虾一起炒？这道菜其实在西餐来讲，它算是一个热的一个开胃菜。对。哦，两蘑菇出好嘞。我先处理洋葱。洋葱是切丁。哦，切丁。威廉师傅，然后请了泰国虾，我好辛苦呢。你知道我被他夹到，你不想啊？你拿点，结果他的这个螯啊，到这个脚可以这样360度转，就这样呢，然后压起来呢。你有没压过吗？冇吼，哦唔怕，等下你就来处理佢，不太假色看啊，看佢有起毛，洋葱也切好嘞。洋葱切好以后，我们来处理那个菇，蘑菇我们把它小的1开2，然后大概稍微大一点就1开4。哦。同学，那你帮我处理香菇好了。哦，呀，香菇咩香用嘿？呀咩？一样，把蒂去掉，对开以后，再对切。哦。简单，冇问题。我在那个全员帮我处理那个香菇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是把这个辣椒，把它切成，也是差不多0.1、0.2的一个厚度的大小，把它切成片。要切做像蒜蓉片啊那啦吼。这些爆香的料都已经弄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虾子肠泥的这个部分。这要大摆都当难处理嘞。等下我来问一下乡亲，像呀你下工的啊吼，这样我用来处理呢？啊？用牙签就做的？对。很厉害。哦，你看妈妈就会冇用，妈妈就是很厉害。对，那如果用牙签呢，其实它有时候也可能会把它就是没有完全扯断。对，不小心把它扯断。对，所以用刀子呢会算是最干净。哦，这刀的要较危险啦吼，佢要弯弯咩，当强呢，佢嘅背弄啊，可以刀尖的部分稍微轻轻划一下就可以了。哦。好，我们看到了。因为就算
妈妈们她们都可能都是会用那个牙牙签那个，签稍微但是在尾巴的这部分通常都会比较难。残留那个。对。哦，cái mùi的mùi hương啦，哟，cái可以来呢，当种当简单无来吃可能好诶。好，量产人恐吓较夹。我刚刚说要用刀尖。哦，是讲要用遐刀的头风俩。因为用刀尖的话，它会比较一致。哦，因为如果说你有个弧度中间的话，你可能也就车车的，就直直，可能会把它开得太深了。对。我也是有慧根的。我看一下头。有看到吗？有一头。有啊。直接就哦，个头啦，还有米啦，头米啊，就轻微有垃圾的东西啦。处理好以后，要让它稍微干一点，所以要稍微吸一下水分。然后给它水分吸脱。对，一样我们要撒那个就是盐巴跟胡椒上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干一点。我们放一点胡椒，然后给做啊，有黑胡椒，一些盐，然后给咔咔啊。你就直接。哦，也开始做在炒的哈。但是今天炒会不一样，我们要先把菇给炒到就是那个干干的，对，水分有点干干的。哦，一下先哈，给菇类啊，给蘑菇还有香菇啊，我先炒，然后给煸到安尼糟来。那炒这个一样，一定也是需要热锅冷油下去。木头我辣，火太太嘅油我冷诶。应用无姜虾炒姜虾喏，我分开炒喏。第一个节省时间，然后因为蘑菇跟香菇它的水分含量不一样，对，那当然在家里的话，一样还是，我是建议的话是先炒蘑菇，然后再炒香菇。为什么呢？用的呢？因为它的香菇的味道它是稍微比较重一点，那我不希望就是说蘑菇的味道都被香菇盖过去。哦，要炒出来后面啊，就是两片哦，哇吼！饭卤嘞，我太烦嘞。因为它的水分会比较高，所以它很容易。哦，因为加个水分动多啦哈。有看到吗？双枪侠呢？真是大展身手来着，今天。哦，台话就如讲哦吼，不卡炒的时间啦，呀蘑菇就要先炒，哦，跟香菇哦，背后当来装。M 威廉师傅安尼唔怕，做得一片欣赏，一片补鸟，两三年穷下来，一撒菇一包就做得嘞。好，在炒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们也可以再下一些黑胡椒。哦，就先调一点味哈。对。你看太师傅做出来，就当像是做艺术品用诶，好香哦！有味道吗？当香有冇？也还冇，还蛮不用给蒜盐哦，给蒜片还蛮落去哦，你看就暗香。但是这个也是要千万要注意，就是不要炒到过头，炒到过了就是黑掉。差不多这个颜色，你看它都已经非常的金黄色，然后都很均匀，就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水分爆出来，然后都是呈现一个菇的一个香味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先把它拿起来。你看给安尼炒的时间啊，大家就安尼当中在挑一不用样继续这个热锅，高水哦，油倒落去，然后蒜盐片，蒜片，蒜头因为它很容易焦，所以就是你。油要冷，对，锅子可以稍微拿开一点，或者是关火，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搅拌它，搅拌成金黄色哈。你看这一下，这蒜片哦，这东香是不是讲的啦？好，金黄色以后下洋葱，就那洋葱没好炒的有点上色啊，你们哈。稍微炒到有点上色，一样也是要把它的颜色爆出来。炒出来。对。呀，就真给它色香味俱全了。对，一样炒好以后，把它跟菇放在一起。哦，呀哈就要处理呀主角嘿。对。呜呼！那个速度很快哈。哎。好，因为刚刚我们有
我们刚才有那个腌了一下，吸过那个吸过水分，所以它不会叭，不会油爆的那么厉对害哈。我们不要多按洋葱。哦，很香哦。菇跟其他的料都可以放下去。哦，姜它全部都在拌炒嘞，姜它炒嘞。这个下去了以后哈，我们就可以放辣椒片。哦，辣椒粒它不用下去。哦，要切很炒。一小撮就可以。一小撮就可以。对，然后这个也不用切，就直接把，因为我们是等一下要起锅的时候才要放，增加它的香气。然后下一点白酒。哦，用白酒啊。一点点，其他的味道。你啊，西式的做法就会安尼，用白酒，给盐叶片就是差不多一些米酒啦，哈。给差不多的，唔要讲有嘛秘密武器。哎，有个秘密武器呢，哦，就是葡萄酒醋。哦，用红酒醋哦。对，然后让它增加一些酸度。哦，安尼没够酸哎，不会太酸吗？不会。好，我们加点塔巴斯科，增加它的辣度。哦呀，塔巴斯科又辣又酸呢，安尼没够辣嘿。然后呢？哦，这边我们闻到了。就是秘密武器白酒醋，你们要在下的时候要离火，不然会被呛到。哦，要注意哦。我下个红酒醋的时间啦，给木头我拿盐来冰下去，无要被呛到哈。对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起锅前呢，然后就放九层塔。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，利用锅子里面的热度，余热去拌一拌，它的香味就会出来。哇，好菜要来了。唔看呢，不用到盘香啊吼，cái下公加cái米啊，又安尼粉又含有辣椒嘅粉，一食可以有當好看，又含有起很炒。最後上面再加一些檸檬皮，可以想象一下有檸檬的清香，九層塔香，然後有一點辣味。哦，cái檸檬皮削下落去，cái香氣全部就出來了。cái葱用要用按太盤的咯。顏色。哦。對，而且你看我故意放旁邊，不放中間。对，他是画家来着，是 painter 哇！库克上菜哦，用心看啊，很好食哦！来了！哎呦，太加快耶，真嘅都準備好嘅哈！來，用看啊！好，來，用板好吃，介紹一下。哦，有一些辣哦，很有甜味，香味啊。哦，一下講好什麼哩？來，大家來哦，要做嘅開胃菜以後啦，哈，一些酸啦，哈，一些辣啦，哈。大家喲，按客氣按下去呢。好什麼？好食。一項辣炒松菇，泰國下鍋又香又辣，有啲舒服飽味，食到見餓腦呢。我用嚟做呢？首先，老松菇切到一塊塊的，各位蒜頭、太葱頭、從辣椒味切好準備的。下鍋俾胡椒粉和個鹽攪勻來過後，熱鍋先炒松菇、蒜頭和個太葱頭爆香，撒下來撈豬腳泰國下鍋煎到半生熟，過爐加下嘅皮菜炒幾分鐘。爐底位辣椒片，還有一些的泡椒撈辣椒醬。我嘅關火過後，俾啲位葡萄酒絲撈七層塔，溜嘅攪啊，各位就做得了起來咧。前面撈啲位檸檬皮增加香味，一行菜就完成了。撒下來愛做嘅係豆腐皮料理，阿姐夾出發去潛食菜呀。宋泰哥，哎，你好，泰哥你好，我係客家天師台庫克宋泰，我阿仙，哈，係呀，跟我唐人講啊吼。你睇入邊咧挑機呀，都切好改好啦，改孬嘅就安尼啦。嗱，個師傅要教太捱啊，我買到改好食嘅挑機轉去。一行就好畫啊！哦，一行做唔得。係，按照先試下你調奶來。哦，做啲先識挑奶，行忙做些就好好啉咯。係，錯。哦，按好哦。很香哦，cái gói gì打開來啊？哦，cái theo nên à, cái香氣。食開啦。很香哦。
快嘢個準備好誒，然後來了大快朵頤蝦哈。你看，它這個口感啊，好骨溜哎，凍嫩呢。韓芒做些就好好啉了。誒，錯。哦，暗好哦，很香哦，cái gói嘢打開來啊，哦，cái theo nên啊，cái香氣。食過啦。很香哦，有冇加糖？誒，冇加糖嘅，唔過就清甜，貴甜嘅呢。有甜味啊，有甜味係，有甜味呢。雖然也係打造當毛嘅頭呢，這個當香，不過阿些唔是冇唔記得，唔係來前豆腐皮嘅喲。泰國一片嘅豆腐皮是限量嘅呢，當然天芒講就放起來浸頭嘅煮頭呢留豆腐皮，完全純屬高現做嘅喲。你叫我嚟看哦。也看也盤土、泡土，睇盤下做唔得，睇泡下做唔得。嘅用數名哦。你是可能係做啲嘢啦。那用迄燒嘅喏，一我俾佢冷卻咩？唔可以下杯已經喺隔日啦，隔日要單過去層個冷啊，嗱個層皮啊。哦。而家冇隔日咯，而家啲皮冇食。一樣嘅講喏，唔好嘅西度唔好菜嘅。唔可以菜。將來看到又係要做設備係哦。係設備又有設備，又有設備都設備擘起來冇洗澡都設備，經下冇睇好飽。也差唔多做得開始。也個做得可以擘嘅。今日做得吃看啊。好啊，唔該少錢冇碌到咗。我冇碌到哦，我用也係啊。哦，當鋪哦，我夾夾我冇定下鐵盤啊，也都買唔得嚟哦，嗬。夾夾蓋起來哦，一蓋下。嗰邊食就得蓋，絲片喺蓋。哦，絲片就全部做一個。嘅。哎呀，個管嚟拿。我用管呢。也染嘅絲，也個皮染嘅皮一絲嘅。一絲咧。也染嘅錯那啲。少呵。凍燒。凍少，係錯那個哦。安尼係哦。哦，走，安尼。唔看，一啲片係做嘅哦。你看佢凍泡哦，那你看它幾乎可以透光呢，它的那個彈性很好哎。啊，過來喏。有數個地公來，咁樣你注意快。安尼注意啲嚇。而家冇地公。安尼啊。拜拜嘅。牙拜拜。你看泰國講牙拜拜，你看兩三呢一比，哪個哦？不及格，59分。愛講阿賢呐，我留豆腐皮佢人嘅動作按慢啊，根本就扶唔出啦。一片嘅太子啊，是隨時準備對滾滾嘅天然地杯流出張成型嘅豆腐皮哦。等到天然變到天然嘅時節，開個螺絲嘅天然，我重複一擺，一個過程需幾下點鐘呢？看我快嘢個準備好誒，然後來了大快朵頤蝦哈。你看，它這個口感啊，好骨溜哎，凍嫩哎，一食起來都按嫩哎。你講還有嘅嘛個嫩頭包哦。因為佢嫩頭包。不過阿公哦，一食到比肉還較好食咯。哦，我見得咯，泰國我嚟後冇。啊？我嚟後冇。我啦冇嘅按到啦，讓他去打食啦嗬。阿賢，你要按土色，也是喺當年限量供應嘅嫩豆腐皮呢。因為現做嘅嫩豆腐皮係骨溜又香又滑，韓國因為泰國嘅豆腐皮完全冇落任何嘅人工嘅防腐劑，它表唔得，故所當然留起來過後，還拿去洗澡，找到啲延長保水嘅期限。一下熱頭都凍辣啦，凍度好啦，凍度好洗頭皮。像係啲啊嗬，一頭皮就用熱頭來洗咩？係啊。佢冇熱頭用個神哦。洗就做風乾嘅啊。哎呦，頭皮嘅烘乾機係啊。係啊，咁我到時就會出味咯。叫洗幾久嘅呢？用熱頭就洗3年。
哦，油你頭咗洗到3日咯，洗到暗叫哦。係啊，嘅暗補頭呢？啱不就喺樹葉皮啊。哦，要樹葉皮哦。係啊，要樹葉地皮看下冇講落雨嘅下要發會毒壞哦。係啊，你看好食嘅東西就會安尼哦。係啊，凍到洗好做哦，鬆上鬆下。佢麻煩啊。佢麻煩哦，佢麻煩啊。誒，泰哥，像安尼啊吼，你喺洗到幾多年嚟啊？也洗2年嚟啊。哦，唔看哦，也洗到2年就像塑膠用嘅哦，安尼泡泡。就泡泡嘅。叫人看哦，安尼行做唔得。行做唔得啦，有啲順嘅喎，後擺要條黃安尼濕斑。哦，加嘅石行較沉啊，烏都紅行個沉。行過沉啊，嗰些行正皺，一張必皺錢嚟啦，嚟做得。呀，你就凍吹啦，係吹啊，你挖家起來，佢係種樣咩？一件西走嚟做邊嘅嚟硬嘅嚟。嗰種安尼啱啱你我用拿下來喏。然後就要你3更半夜嘅，有滷水嘅係能搏嘅得。3更半夜。誒。跟你做出嚟都搏唔得咧。跟你做也跳機，唔就24小時，像7-11唔是歇困嘅啊。係啊，都當然啦，半夜。哈，跟住我半夜喏。你係諗個冤啊，因為浸到要滷水嘅呀。哦，我啲嘢就走路嘅水。哎，阿姐唔聽乜來啦，原來洗澡嘅跳機，我打幫張田講，跳機吸收嘅露水過後，將拿下來喲。唔過好的送泰國一片，還有就算將數起來嘅跳機，一個數過好美味，家下就看威廉師傅用辦用一個數日做出好食嘅料理了。哇！威廉師傅，我嘅跳機啊，潛到咧，一跳機哦，真好嘅哦，一走咧就留本哦，呀，係實嘅，我還給貼片留本來嘅，所以啊，我今天要那個表現一下，要煮給你吃。那我就當你的助手。好，誒，跟啊搞攤我準備嘅東西，你有準備冇？準備好了。好。荊棘、蔥跟薑。跟邊嘢讓準備啊，跳機啊吼，我要取一個很漂亮的名字。什麼名字？一吹名就喊做地嘅跳機，你不知道的豆皮。地嘅跳機，其實材料真簡單咯，就會嫩豆腐皮加幾粒荊棘、蔥嘅老薑、橄欖油、老豆油，簡單嘅食材都能做出乜嘅好料理呢？大家有其他人做嘅冇？有哦，我董小賢有識到我做嘅哦，嘅識看啊，看我做嘅有條件用好食冇哈？等下讓我打分數。好，一開始啊，我要拜託嘅威廉王子，讓我先薑末先處理起來。好，那我就先來煎豆皮。嘅威廉王子，你啲啊吼，人家跳機係用乜做嘅冇？黃豆。對，就會黃豆。我在走進去找這個食材的時候啊，就驗啊，就批到個豆香很香哦。呢個豆皮啊，吼，就攞嚟打開來，像卵皮啊呢，攞嚟剪開，先剪啊，香氣一下就出來，個黃豆會香啊。那等下我要請威廉王子，然後來切一下蔥花。蔥花好。蔥花，你看這個。金黃色，很漂亮。哎，剪起來啊，呢，黃色。嗚呼，該撈哦。將眼撈哦，冇啦。等下請食糖哎。哦，蔥花差唔多了，然後給。起來哦，像安尼剪到差不多安尼哦，像安尼咩上，照威廉師傅嘅講法就會上色哦，差不多呀，蔥花然後醃一些下去，然後再給它煎一下。哎，再煎一下，蔥花又撈去，火就好撈去關起來，冇得太差。那荊棘要怎麼處理呢？荊棘呢就係要擠到地杯啊，薑泥地杯度，要記得啊，你做得啷個？對開1開2，這樣我們懂會講哦。然後給切片。我知道啊，東涌嘅早餐店的老闆娘，
哇，清脆的声音。有糖豆吼，呜呼，贵孬哦，绿豆咧，亚风都当家常的料理啦。古所加个酱汁啊，就会最特别咧，也迄太子高矮哦，这姜泥啊吼，老个吉的，全部都接下去。好，等下塞起来哦，你会觉得惊为天人哦。给等下稍微调一下，调和一下哦，再用一丝丝的调油落去。呼，你看，平常时就给很爱做马街，做马街，你也很爱做得很给，做马街就做马街，很好哦。你应该很少被人家这样对待吧？的确很少。不好了，不好了。你啊哈啊就来吃看啊，威廉师傅调个寿司用班。哎呦，贵孬哦，唔讲啊，吃到做得加一丝丝的。接下来我要放一个，就是做这个汤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秘密武器，它是就是所有的血里面再去给它去做浓缩，它的那个颜色才会更鲜艳，煮出来的汤会更鲜红。贵孬哦，唔讲啊，吃到做得加一丝丝的柠檬，增加一点它的那个酸度、口感、那味道。好，做得。好了，俺们煎好了，放下来。库克上菜。来了，威廉师傅，哎，给你用头一个吃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哎呦，50分嘿。我先吃原味嘛。哦，你看专业要就会按呢，也很用版，非常豆皮的味道，原味很足哦，它那个豆香很浓。用了荆棘跟柠檬还有姜，把这个豆皮的味道气味就再更往上提升哈。那会不够咸吗？就是这个咸度什么那些？刚刚好。刚刚好，做得不上景色嘞。哎，可以哈。可以。哎呦，你看哦，阿仙唔滴嘅挑机来耶，来哟，食看哦，看啊流汗流到安呢，睇下来嘿呀，来食看啊，食看啊。哎呦，面龙挑机点真，点真哦，哦，好食哦，还可以吗？很好吃。呀，挑机按好，谢谢。来，够好吃，跟你有食过安尼冇？你就冇很用的生哦。豆挑油。哦，豆挑油，阮挑油安尼啦吼。冇想到也好地嘅挑機竟然太成功，也其實係豆腐皮調假肉送太熟嘅家傳料理哦，全部阿仙本期當豐盛呢，要按樣嘅做呢？其實當簡單，先攞葱嘅蒜嘅後切到綿綿，過落緊接着撈一些嘅豆油，再加上一些嘅檸檬汁來增加酸度，這樣子就完成了。各位鍋嘅加熱，開始煎齊齊嘅嫩豆腐皮。煎到變到金黃色的時節，就做得表面微微的沖發；兩片都變到金黃色的時節，就做得拿起來切嘞。接下來就問威廉師傅點數你了。呀，挑機我樣來處理呀。我今天要做番茄豆皮蔬菜湯。哦，tomato 蔬菜挑機湯。tomato 長菜挑機湯，材料有皮筋、高麗菜、黑蔥頭、雞皮糖、蒜頭鹽、毛頭、tomato，還有tomato醬、炸嘅挑機，還有意大利綜合香料、老橄欖油、空氣水一豆。接下來就準備煮材料。開始，我先來。我們先切呀，切一下培根，要把它切成丁狀。我切一袋一袋哈。我用培根哦。做這個番茄的湯哈，我想要它有一點那種豬的那種香氣。那如果我家裡用豬肉絲，豬肉絲不行，就是培根的味道是最好啊，這一樣。是。哦，要切丁，切一袋一袋。
给威廉师傅，哎唔知啊吼，给早的挑机啊，就用个快样的，然后给留起来就一片嘛。那这样干的啊，唔知几多鸟会拿下来。其实啦吼，佢就会大早哦，一大早3点， 3点，大早3点就烘起来。公鸡都还没起床。嘿呀，佢啊，要不手识到俩挑机啊，要珍惜，爱感恩。好，我们现在切这个，切到哪位？哦，切到葱花，再来这样哦，处理这个高丽菜，高丽菜，好，一样是把它切成丁状。然后等一下这个高丽菜呢，希望它的那个高丽菜一个清甜的一个味道，所以嘿，我们在炒这个蔬菜汤的时候，等到所有的料几乎都炒好以后再放下去。我们接下来处理牛番茄，牛番茄我们底部的蒂先把它去掉，一样切丁。那我们中间的那个籽那些都不用去，我们直接就下去。哦，让它味道更浓郁哈。你看琼雅做出来很讲究，威廉师傅的重点色香味，就是颜色，像红色啦、抢色啦，呀挑皮又是米色，就你很注重配色啦。对。永轩，我在切这个番茄的过程当中，你先帮我热锅好不好？好，热锅没问题。开火，差不多看到它有一点点冒烟的感觉啊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开始我们炒的是培根，所以其实它的油量就不用太多啦。对，不用太多，然后也不用说太热，因为我们是要把它的香味给逼出来。包熊就黑啦。哎，我们炒过以后，把它放到炖锅里面。哦，炒锅就做在冰锅里耶。对。然后再利用培根的香味。那个培根的锅底的油脂，然后去炒蔬菜。哦，煸锅一下就做得了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个锅底刚刚炒过培根的油，直接来炒那一些蔬菜。哦，所有嘅抢出来就先炒锅啦。对，都要那个香味，然后才会出来。哦，尤其还有个洋葱嘛，吼。你有讲过，像洋葱啊，一定要炒过，加个甜，这样会撑啊。它的甜味才会出来。嗯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样继续锅，是让它加热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叶片做的高汤做的落去耶。高汤，再去炒蒜蒜片。蒜片哦，煸一下。好，这个以后我们先炒这个高丽菜。高丽菜落去。给威廉师傅，对，中国卡妈妈在煮啊吼，还有嘛个蔬菜要做的抢出来做的冰诶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像因为这个高丽菜比较属于耐煮，因为其实它就算煮再久，它顶多就是呈透明状，就不会就是说整个，比如说像绿色的叶子的话，会黄整个就黄掉。接下来我要放一个，就是做这个汤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番茄糊。好，番茄糊它是就是所有的番茄里面再去给它去做浓缩，所以它非常的勾。一般那超市就买得到。超市就买得到。要炒过，也是要炒过。要炒过，它的那个颜色才会更鲜艳。番茄糊哦。对。哦，等于是把那个蔬菜上色。对。给炒过给抢出啊，就变到无 Q 样的色咯。等下那个煮出来的汤会更鲜红。哦，跟俺做唔得用像个什么番茄酱啊呢？对，番茄酱最好不要，因为番茄酱它是有糖分。番茄糊。好，这番茄炒过以后也放下去。哦呀，同一色就按姜哦，好像虾汤哦。这个是整粒番茄，然后它已经去过皮了。哦，去皮的 tomato 还有。跟用的有个切的切丁块哈，切对的番 tomato， 又有个去皮的 tomato。那个整颗的一个牛番茄来讲，它其实它的鲜红素是够的，但是它本身它的肉还是会比这个整颗番茄来的少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放毛豆，这个时候那个水滚了以后，我们豆皮其实也就不用切，我们直接扒一扒。呀不是抛钩哦，不是，像个油条用的嘞。哦，哔哔啵啵，像安尼哈，那不用盐嘛，不用麻干嘛。到最后我们再调味。哦，到最后先试一下味道再调味。我做菜很喜欢，就是都是最后再决定。最后再调味，决定它的咸度。
好香哦，好有皮豆的嘛，这个豆皮放下去，再稍微滚了以后呢，嘿，再放入那个意大利香料。哦，给唔会香那其实乖呐，其实也有些人就是说他会在炒素菜的时候就把香料炒下去。哦，也是另外一种做法对啦哈，蔬菜汤炖的差不多了哈，差不多的哈，然后打开锅盖喽，好，闻一下。这个香气啊，直逼来，是可那么，好，全部就原味哦，原小心烫。味。改变20岁，啉到呀糖啊会变年轻哦。给我吃一下，给猪骨啊，挑鸡。所有嘅糖啊，全部就不给挑鸡，吸入去嘅，当好食咯，当好食咯。可是味道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但是我还是要加点糖，哦，为什一点点么糖可以让味道更出来？更出来，加一点点。哦最后最后，呀，最后很多哦，上面再倒一些油。哦，对，橄榄油，橄榄油不是沙拉油哦，好，可以让它味道更综合。完成了，啊，安尼做得嘞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库克上菜，来哦，向前来，盖哦，哎呀，要明星抹茶哦，真是好吃咯，来，啊，专门的哦，一定要好的哦，哦，谢谢。还有糖哦，对呀，哦。也有办咩？也片就搞不稳哦。跟我来看看会不会太卡斯的样板。好，谢谢。知道了嘛？是。样板，好棒哦！好棒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有中医，又香又甜，又香又甜哈。又好吃。像俺的米西较无食过啦吼，又加个意大利嘅种综合香料，对，高香吼。首先爱捞皮筋、太葱头、葱嘅高丽菜、토마토切到绵绵，接下来捞皮筋韩国太葱头爆香过后，用萝卜嘅杜香攞皮糖去煮，蒜头爆香攞高丽菜、토마토酱炒啊，過冰糖煲嘅杜香，接下來토마토炒啊，咩撈嘅冰糖煲嘅杜香。前面攞幾粒嘅薄皮嘅토마토、毛頭，還有棗嘅挑雞。前面攞熱態的香料、蔥花、糖，還有橄欖油，然後料理就完成嘞。今日嘅料理真係太成功呢！下禮拜酷哥專查，還會繼續到哪隻客家做煮菜伴大家食咯，請繼續看下去喲。